2004年1月，中國內地多個地方爆發 H5N1 禽流感，政府宣布暫停輸入活雞。4月發生天水圍天恒村一家4口倫常慘案。7月50萬人大遊行，爭取0708雙普選。11月黃霑罹患末期肺癌病逝，享年63歲。而今年電影圈嘅作品大多都係輕鬆幽默，希望將歡笑帶俾大家。Hello， 大家好啊，我係外賣仔啊！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可以留言同點讚。未訂閱嘅朋友，俾個機會我訂閱我啊！多謝大家。今年第10名，我要做 model， 年度票房1317萬。繼《龍咁威2003》之後，谷德超同鄭中基再次聯手，並且邀請林嘉欣擔任女主角。係以 model 做噱頭嘅一部喜劇愛情片，劇情就真係冇乜新意，而鄭中基表情都好誇，有啲係嘩眾取寵。但係谷導人緣好，請到梁朝偉、張學友、吳君如、陳慧琳等一眾明星嘅客串。另外值得一提嘅就係本片亦都係許冠英先生嘅最後一部作品。第9位《十面埋伏》，年度票房1429萬。繼2002年嘅《英雄》之後，張藝謀導演嘅第2部武俠片，全球係收割咗9281萬美元嘅票房。同《英雄》一樣啦，本片都係深受西方觀眾嘅喜愛。當年喺加納國際電影節放映，觀眾睇完之後係起立鼓掌足足20分鐘。而電影嘅攝影、取景、佈景、服飾同埋配樂上邊都係頂級嘅水準。另外，動作導演程小東都係功不可沒嘅，章子怡喺入邊長袖擊鼓同埋竹林大戰都係一個名場面。而張導演亦都邀請過梅艷芳去拍攝呢部電影，但係因為佢病重啊，所以就告吹咗。而喺片尾亦都打出咗僅以此電影懷緬梅艷芳小姐嘅字幕。第8位《煎釀三寶》，年度票房1479萬。電影係由馬偉豪自編自導，並且邀請到息影4年嘅許冠文出山，主要係講述一個典型嘅未來外父，為咗保護個女啦，所以同未來女婿爭風呷醋嘅故事。喺影片入邊，劉青雲同楊千嬅嘅 CP 感真係麻麻地，畢竟新紮師妹當時係深入民心。電影描述嘅父女情刻畫係多過愛情線好多。而最精彩嘅都係許冠文冷面笑匠，寶刀未老。第7位《千機變2之花都大戰》，年度票房1496萬。第一部嘅導演係林超賢同甄子丹，而第2部就換咗袁葵同埋梁柏堅。劇情同前作係毫無關係嘅，但係依然係 Twins 主演。影片係有2大亮點，成龍同埋甄子丹嘅對打，係香港武打片風格嘅回歸。而故事嘅設定呢，就係涉及女性統治國家，奴役販賣男人。但係喺服裝、道具粗製濫造，劇本亦都好粗糙，個故事完全係有頭冇尾，係一部爛片。第6位《龍鳳鬥》，年度票房1547萬。繼孤男寡女同埋瘦身男女之後，劉德華、鄭秀文第3次合作，設定上依然係歡喜冤家嘅套路。杜生同埋杜太表面上一直都係喺度鬥緊，但係喺一次又一次嘅鬥法當中，將對對方嘅感情表現得淋漓盡致。杜琪峰話過，呢一部係另一部暗戰，只不過講嘅係愛情，而個結局都係好傷感嘅。杜生為咗唔想杜太知道佢自己有病，於是就苦心設咗一個局，令到佢覺得估同埋肯定係有分別嘅。整體嚟講，呢一部係溫馨中帶啲感動嘅傷感愛情片。喺宣布第5名之前，又係廣告時間啦。你咪以為我神神秘秘又拍緊戲，我揾嘢啫。預防性病、愛滋病，做個負責任嘅男人。第5位《花好月圓》，年度票房1580萬。
由葉錦鴻自編自導，楊千嬅同任賢齊聯合主演。當年媒體係用遺臭萬年嚟宣傳呢部電影，講述嘅就係一個臭腳嘅公主同埋一個平民花匠嘅愛情故事。任賢齊同楊千嬅兩個人嘅表現亦都好好，角色亦都好適合對方。而電影最大嘅意義就係同觀眾傳達一種愛情觀，就算對方唔完美，只要真心相愛，一樣可以天長地久。第4名《魔幻廚房》年度票房2022萬。李正毅編導嘅一部愛情喜劇片，改編自林永森嘅同名小說，由鄭秀文、言承旭主演，劉德華友情客串。片名雖然係魔幻廚房，但係故事嘅係講現代都市女性嘅愛情故事，亦都涉及一夜情同埋性派對等嘅話題。鄭秀文同埋言承旭係缺少咗 CP 感，都係同劉德華襯啲。而最出彩嘅就係 Maggie Q， 美艷動人，係搶晒 Sammy 嘅風頭。而本片嘅主題其實都好簡單，一句話可以概括晒。愛情同人生都係一樣，可以係魔幻，亦都可以係詛咒，一切都要睇你自己嘅造化。第3名《新警察故事》年度票房2110萬，係警察故事系列嘅第5部，導演換成陳木勝，而陳家駒亦都變成咗陳國榮。佢唔再係超級警察，而係一個普通有人性化嘅警察。有委屈同埋絕望無助嘅時間，係大大增加咗套戲嘅可塑性。不過大哥嘅動作戲依然都係冇減少咁搏命，同佢一齊咁搏命嘅仲有謝霆鋒。動作戲全部都係親身上陣，喺一場懸掛喺會展外牆嘅戲份當中，佢被繩勒到差唔多拜拜。亦都因為咁搏命啦，所以後來保險公司亦都將佢拉入咗去黑名單。而部戲最搶嘅就係吳彥祖，佢將阿祖呢個人格扭曲、殘忍又狂妄極端嘅反派塑造得淋漓盡致。邊度嚟個恐怖分子可以靚仔到咁噶？第2名《鬼馬狂想曲》年度票房2524萬，由韋家輝自編自導，係一部懷舊電影，致敬咗許氏兄弟同埋林亞珍喜劇嘅黃金年代。故事嘅藍本係嚟自半斤八兩，偵探社、電影院打劫以及人物設定都係嚟自半斤八兩。劉青雲、古天樂、陳小春模仿許氏三兄弟，吳鎮宇就飾演石堅，而張柏芝直接就係林亞珍嘅造型。另外亦都有摩登保鏢、天才與白痴等等嘅影片元素，亦都夾雜埋哈利波特、侏羅紀公園嘅橋段，係一部炒埋一碟嘅大集會。係好熱鬧嘅，而最後亦都請咗許冠文嚟客串，係值得一睇嘅。第1名功夫年度票房6127萬，事隔1年，星爺再度出手，電影全球賣咗1億美元嘅票房，係周星馳電影嘅巔峰。片入邊有好多武術嘅靈感，都源自於周星馳細個睇嘅武打片。同埋佢想成為一位武術家嘅願望，亦都係一部致敬佢偶像李小龍嘅電影。而豬籠城寨嘅靈感係嚟自於佢細個成長嘅環境，同埋電影72家房客。部電影係百看不厭，外賣仔都唔記得睇過幾多次啦。個人覺得呢部係周星馳嘅集大成之作，無論係打鬥場面、特效技術定係故事主題，幾時睇都係唔過時。號稱神雕俠侶嘅包租公包租婆，蟹油死嘅馮小剛，豬籠城寨嘅3大屎忽鬼高手，清純嘅啞女，禿頭嘅火雲邪神，中意跳舞嘅斧頭幫大佬，唔想嘈住人瞓覺嘅師爺，賣唱賣到鬼鏈喉嚨嘅天殘地缺，同埋中意周圍賣絕版書嘅乞衣，每一個人物都係鮮明獨特，過目難忘。一支穿雲箭，千軍萬馬來相見。試問邊個導演真係可以做到一部戲可以捧紅晒所有嘅配角？第24屆金像獎最佳女配角係由白靈憑住電影《餃子》所奪得。白靈係四川成都嘅華裔美國人演員，佢從小中意表演，喺文化大革命期間就讀小學裏邊就參演咗樣板戲。初中畢業之後加入咗中國人民解放軍，前往西藏林芝人民偽兵。
同時從事護士嘅工作。佢表示自己當時曾被軍中上級強迫成為性奴隸，喺聚會場合陪伴上級飲酒，並且強迫發生性行為，時間長達3年，亦都令到佢有酗酒嘅習慣。去到1981年，佢離開軍隊，加入咗成都人民藝術劇院，獲得大量話劇同埋電影嘅參與機會。去到1991年，佢以交流學生嘅身份喺紐約大學就讀。1994年，佢獲得荷里活電影演出嘅機會，首部當地拍攝嘅電影係《烏鴉》，後嚟佢亦都取得咗美國嘅國籍。1997年，佢憑住同理察基爾喺電影《紅色角落》裏邊嘅演出，獲頒國家評論協會突出表現獎嘅獎項。而喺今年，佢憑住《餃子》入邊嘅演出，獲頒金馬獎最佳女配角嘅獎項，亦都同時喺香港電影金像獎、香港電影金紫荊獎同埋華語電影傳媒大獎獲頒最佳女配角嘅獎項。第24屆金像獎最佳電影同埋最佳男配角係由功夫同埋袁華憑住此片所奪得。袁華原名容繼志，曾經用過藝名容志同埋袁華，係香港武打演員同埋甘草演員，係七小福之一。師承于占元係佢嘅二弟子。袁華曾經就讀小學，由7歲開始跟隨師傅于占元學習功夫長達10年，同袁秋、成龍同埋洪金寶同為七小福嘅成員之一。佢第一次參演出嘅電影係《精武門》，亦都擔任過李小龍後空翻嘅指定替身。而佢亦都學過詠春拳、太極拳，後嚟亦都加入咗邵氏電影公司，當中拍咗好多嘅喜劇。隨後亦都參與咗多部電影嘅演出，大多數都係飾演配角。隨後亦都加入咗無線電視，拍攝咗大量嘅電視劇，直到2012年約滿離開。而今年佢亦都憑住《功夫》入邊包租公呢個角色，獲得金像獎嘅最佳男配角。電影《功夫》係一部喺2004年上映嘅中國功夫題材嘅香港動作喜劇電影，由周星馳擔任導演、監製、編劇、配樂同埋主演，錢星偉執行導演，袁和平同埋洪金寶任動作設計。故事嘅取景係1940年代嘅中國，周星馳係飾演一位無所作為，但係想加入當時最大幫派虎頭幫嘅古惑仔。本片嘅視覺效果係受到廣泛嘅讚揚，特點係卡通嘅風格伴隨住中國嘅傳統音樂。喺少林足球取得成功之後，事隔3年，星輝海外有限公司喺2002年開始同哥倫比亞影業聯合製作《功夫》。本片嘅演員係以70年代香港動作電影嘅退役演員為主，亦都加咗臥虎藏龍同埋英雄等片嘅班底。功夫喺2004年12月喺中國上映，2005年1月喺美國上映，喺北美地區累計收入達到1700萬美元，其他地區則收入8400萬美元，一度係香港歷史上票房最高嘅華語電影，亦都係美國歷史上票房第10高嘅外語電影。第24屆金像獎最佳男主角同最佳女主角係由梁朝偉同埋章子怡憑住電影2046所奪得。2046係由王家衛導演嘅一部電影，普遍係被認為王家衛電影前作《花樣年華》同埋《阿飛正傳》嘅續集。電影係講喺1966年，梁朝偉飾演嘅周慕雲返到香港之後，重新面對被佢賣走咗嘅過去。佢遇上咗唔同嘅女人，但係經歷過情感嘅創傷之後，令到佢嘅心變得麻木。佢封鎖咗內心無數被遺忘嘅記憶，唔俾任何人去接近。為咗生活，佢做咗色情小說嘅作家。喺機緣巧合之下，佢搬入咗去2047號嘅房間，開始動筆撰寫一部名為2046嘅小說。而呢本小說入邊講，只要搭上咗前往2046嘅列車，人就係可以揾翻失去咗個記憶，冇人知道係唔係事實，因為從來冇人可以離開2046。而以上啱啱我所講嘅所有資料，我亦都係喺維基度睇翻嚟。外賣仔係冇睇過呢部戲，若果睇過嘅話，歡迎朋友同我分享一下。喺今年，外賣仔記得
喺當時嘅環境，經濟依然都係好差，亦都出現咗好多10蚊一碗雲吞麵嘅鋪頭。而電影亦都同當時嘅社會氣氛一樣，好想尋找一個新嘅方向、新嘅出口。而喺出年自由行嘅出現，令到香港有翻天覆地嘅改變。多謝大家睇晒呢一集啊！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可以留言、訂閱、點讚，記住我叫外賣仔，下集再見。